心想事成第7條法則：虔誠地信仰宗教。如果大家都知道潛意識會引起奇蹟，就唔會有宗教派系嘅紛爭啦。歐洲各國曾經發生過宗教戰爭，日本都發生過。佛教認為自己嘅教派先可以拯救世人，各派基督教所講嘅內容都大致相同，但係自己所主張嘅先係真理。咁樣嘅宗教派別喺世界上有咁多種，咁唔係一件好唔合理嘅事咩？目睹過好多宗教派紛爭而感到厭惡嘅人，往往都會變成無神論者，咁都係無可厚非嘅。仔細聽下，你會發現每一個教派所講嘅教義都好堂皇，無論邊一個宗教都會有奇蹟發生，信徒們都有類似不可思議嘅體驗。如果冇呢一啲事嘅發生，又有邊個願意成為信徒呢？根據摩菲理論，所有嘅教派都係冇錯嘅，因為一切教派嘅教義目的都係讓人哋激發潛意識。清楚體驗過奇蹟嘅人，包括佛教、基督教、伊斯蘭教，或者係非洲小部落信奉嘅宗教，以及美國新興宗教等等嘅宗教信仰者。呢啲顯然嘅事實，邊個都唔可以加以否定。由此可見，佛教徒唔可以排斥道教徒，而基督教徒都唔可以排斥天主教徒。人各有喜好，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所喜歡嘅宗教。只要有信心，就唔使詆毀其他嘅教派。無論任何宗教，只要有堅定嘅信心，都會發生奇蹟。各種宗教嘅差異點，只係激發潛意識嘅過程不同。講得誇張一啲，你自己都可以成為一個宗派嘅始創人。圓夢小語，只要有堅定嘅信念，都會發生奇蹟。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，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，記得返嚟留言俾我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。